帽嚟講嘅話，出呢一款其實已經係有1、2、3、4個款嘅。咁另外一個嘅話咧，就係佢尋日我哋做咗個熱水嘅測試啦。咁接落嚟嘅話咧，我哋會做一個暴力嘅測試。暴力嘅測試嘅話咧，即係話喺出邊壓好多嘅嘢，睇下佢會唔會變形啊咁樣咯。咁除咗呢一個測試嘅話咧，你哋仲想要其他嘅測試都可以叫我哋工廠呢邊做嘅。反正我哋嘅初衷其實都係希望設計一款適合市場上邊嘅產品。當然啦，我哋而家係出口為主嘅。好啦，3、4，然後4這個的話是最深的，它是英國翻盒，是我們的 C 4列，然後給大家展示一下，進打開，合上，然後這一款的話，其實我會在亞馬遜上面的話會有，所以如果你是做電商的情況下，就去測一測，覺得 OK，可以跟我們長遠合作，因為這個我們覺得該生產還是在生產的，就是還是那個初衷，為什麼要設計好的外賣盒，是因為在我們那麼多人工作的每一天，基本上都是在吃外賣。我希望大家吃外賣的過程中是吃到合適自己的外賣，無論是吃外賣也好，或是媽媽做的菜也好，怎麼樣都好，都會因為這款外賣盒好一點，對我們自己好一點，或對自己差，對吧？明天再給大家測試的是那個暴力款，就是用重物壓上。